县高旗高校合泰古部的热血男孩。到中华民国的台湾传统的军人表演。我们在这里乐我们好。跟准备他们今天带来的合泰组的演出。什么？这是日本骑马县高旗高校合泰古部汉组。汉子，男子汉子。
谢谢哦，ありがとう。谢谢，对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哦，好，嘿嘿。